今仔咱要读的圣经是伫历代志上卷28章的20节到29章的第9节。请咱同齐来读。大卫搁甲伊的囝所罗门讲：你着勇敢壮胆去做，无得论，也无得惊，因为耶和华上帝就是我的上帝，甲你伫地，伊的确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直到耶和华的殿的工拢明白。看，有祭司甲利未人的特班，为着要办理上帝殿逐项的事，搁有技巧的人，伫逐项的工欢喜帮助你，也有遮的首领甲众百姓一心听从你的命令。大卫王对会众讲：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特别敬的，也具少年幼稚。这个工程真大，因为这个殿不是为着人，就是为着耶和华上帝起的。我为着我的上帝的殿，已经尽气力，备办金做金器，备办银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茶做茶器，搁有红玛瑙、红香的宝石、光石、彩色的石，以及逐项的宝石、下石真多。因为我羡慕我的上帝的殿，就伫咧备办起圣殿的材料以外，搁用我本身所积聚的金银，献伫我的上帝的厝，就是5飞的金、3000塔连德的金、锻炼的银7000塔连德，来按这的厝墙，金做金器，银做银器，甲师傅的手所做这的工。今仔日有啥物人欢喜将本身献互耶和华？对安尼，众族长以色列逐支派的首领、千总、甲总，以及监督遐个王做工的，拢欢喜来献，因为着上帝的殿的路用。现金5000塔连德，连10000塔列克，银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0000塔连德。若有宝石的，拢交伫吉顺人亚约的手，送伫耶和华殿的府库。因为因甘心献，百姓拢欢喜；因为因尽心献互耶和华，大必王也大欢喜到极。以上，咱下面请咱的林牧师来甲咱分享。题目是同心合一，主要同在。咱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个规本的这个圣经，拢总有66卷，其中咧，这个历代志啊，历代志啊，尤其是历代志上，对真济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冷门的，真少人会想讲要来看，因为会感觉讲哇，足枯燥乏味。哎呀，一大堆的族谱啊，一大堆的人名，对人来讲，那亲像无什么意义。一个名哪领？总是兄弟姊妹，咱来细想看卖。假使这个族
谱的内面，伊所记载的这人名的当中，是有你的祖先，是有你的祖先的名。请问你也会感觉讲这无意义吗？若无祖先，哪有咱呢？一个名，一个名，代表伫即个浩瀚的宇宙的当中，一个捌伫即个地面上生活过一个生命。所以咱常咧讲，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伫因的生命的即个足迹，因的即个脚印，有啥物值得咱来学习？阁有啥物值得咱来警醒？通过因的生命故事，咱需要反省的是，兄弟姊妹，请问你想要留落什么款的生命故事呢？你想要留落什么款的生命故事，互你的后代，互你的子孙会通来纪念，会通来传扬呢？伫个历代记上所记载遮尔济的名内底，上重要的一个名是什么人？大卫，无问着。上重要的一个，定定咧讲着，就是大卫。咱知影。大卫伊的人生其实短短只有70年啦，大卫只有70年，咱当中已经拢真侪人活超过伊啊。总是咧，短短人生，伊却活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伊捌软正软弱，伊嘛捌失败，嘛捌犯罪，佮犯真大的罪。总是伊嘛有刚强，嘛有勇敢，嘛有得胜的时阵。咱知影，少年时代囡仔的大卫，连伊的厝内底人拢安尼无甲伊看在眼内。咱讲有7个足优秀的哥哥，会记哩话，顶礼拜庄胜长老讲着，有7个足优秀的哥哥。所以，伊第八个买牛仔囝，哎呀，头前较优秀，后壁就互人看无啊啦。所以当时咧，当因兜来一个足尊贵的人客，就是像先知撒母耳，要来因兜做人客，要看即个因兜有几个因兜的兄弟。结果厝内底人拢甲啥？甲大卫袂记哩呀，袂记哩，忘了他的存在。所以咧，大卫没有什么存在感伫咧因兜。青年的时期，咱知影大卫非常勇敢，冲锋陷阵，拼死咧保护伊的国家。伊嘛是安怎？伊嘛真全力尽忠来效忠伊的君王，结果咧，去互迄个嫉妒的扫罗王，甲伊追杀10几年的时间。哇，迄种的走路落魄，迄日子是足艰苦。总是咧，虽然是伫即款的环境中，即种的苦难内面，咱看见大卫犹原保持着一粒什么？听上帝的心，敬畏上帝的心。到尾，咱看见伊用坚定的信仰、勇敢的信心，互伊的人生安怎逆转胜，对一个卑贱人看无的这个牧羊的囡仔，变成做一个尊贵的王。兄弟姊妹，当咱咧读圣经。请问你对大卫的人生学着什么款重要的功课？伊所拄着的，你捌拄着过吗？无毋对，咱人生真辛苦，咱的人生的路有时嘛真残酷，真无情。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呀，每个人都不容易。
因为咱有责任感，尤其你有责任感的人，迄个压力是搁较大。啊，若要比惨嘛，总是有人比你较惨。我最近看到即个 YouTube 迄啊迄个标题是啥物呢？标题是2024年中国青年比惨的排行榜，拢总写9颗星啦。什么9颗星？大家看，我就看讲爱念出来，互恁听无？一颗星尔，1颗星就是你失业。哇，即马大陆听讲失业非常的严重。啊，若2颗星呢？失业加上你无贷款，3颗星，失业无贷款，搁爱无存款，搁爱贷款，无存款搁爱贷款。啊，若4颗星，失业无存款，爱付贷款，搁爱饲某囝，搁爱饲某囝。第5颗星就是啥？失业无存款，爱付贷款，饲囝，你搁欠谁？欠人的债。然后，搁来6颗星，哇！大家看，搁有人甲你催你的贷款，银行要甲要催你的贷款。7颗星呢，哇，破病，加上破病。8颗星呢，毋若家己破病，父母破病，哇！一家5口3个人破病，看你要安怎？啊，讲10颗星是啥？卖厝去予法院拍卖，头期款都没有了，啊，搁付几啊年的贷款拢无去，搁欠银行钱，贷款了搁欠银行钱，有惨无？要比惨，各位你几颗星？你甲我讲，恁几颗星？没有，感谢上帝。我安尼看，没有，恁拢无，感谢主哦。所以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消息，牧师的心情其实是非常的震动。伫遐，因遮的人，伊毋是好吃懒做呢，伊是足认真、足拼咧做。结果因的人生，他变做安尼，敢若会当讲啥？是迄个时代，因目前所处的迄个环境。因所住迄个地区，迄个环境，迄个社会情景，所以你若搁来想看咱台湾人即马有诶咱实在安怎足爱感恩的，来甲隔壁讲，足爱感恩的啦，足爱感恩的，所以咱着爱定定为着咱的总统，为着咱的遮的立委因来祈祷。求上帝帮赞，互因爱一心是为台湾啦，毋通为了家己的利益，到尾就变甲即落形啊啦。其实伫咧台北伊迄个时代伊所拄着的凄惨，实际上是比因搁较惨，因为安怎？遮搁无写着战争哦。伫台北迄个时代。伊是战争不断一直有战争。你看因迄当阵什么菲律斯人啦，什么缅甸人啦、阿文人啦、摩押人，定咧甲因拍战争。战争我感觉上凄惨。我真正祈祷，我一生中间，咱毋通拄着战争。我相信咱大家嘛同款的祈祷，拼命祈祷。上帝互咱平安、安居乐业，上介好。所以咱伫遮来看着讲，伊外口有战争不断，迄个敌人一直咧攻打因。伫内底咧，哇！你看台北叫人出卖几届，你就知影。伊安尼尽忠为了伊国家，结果迄向制度功高震主啦，向制度追杀。几啊届性命陷落危险，是毋是比这个较惨？总是虽然是安尼，咱看起台北凭着伊对耶和华上帝坚定的信心，伊赢过环境，无管是外在环境，
佮安怎艰苦，伊有法度来赢过。因为咱内底的即个环境啊，咱的心境，咱的心境比环境搁较重要。伊嘛超越过程，才会人情世事的无情冷酷。最后，伊来结束即个战乱，即个内乱，该结束掉，为着百姓带出和平安定的生活。代笔，伫圣经安尼记载讲，代笔伊伫希伯伦做王有7年，伫耶路撒冷做王33年。伊年纪老迈，70岁就讲老迈。若咱顶礼拜咱志成长老甲咱讲啥？咱即马即个时代爱打7折，所以你看，伊年纪老迈，70岁那尔，就讲年纪老迈。也毋过，伊讲啥？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来过身。伊的囝所罗门接续伊做王。圣经内面对大卫的评语总结一句，就是讲啥？大卫伊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兄弟姊妹，咱来思想，为什么圣经安尼讲呢？讲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呢？当咱要来思想，啥哪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这个问题是，咱先来思想一个对咱家己来讲更较重要的代志。别人的代志拢无你家己重要，有啦。所以对咱来讲，真正重要的代志，迄就是啥？就是这一生，上帝予你来到这个世间，这一生你想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人呢？这是咱需要好好来去思想的。这一生，我想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人？为什么我想要成做迄款的人？如果若要成做迄款的人，我还阁欠少什么？如果要成做迄款的人，我会当伫对一方面来加强、来成长的。上帝家己讲，大卫是合伊心意的人。虽然大卫伊的人生嘛有失败啊，嘛有犯错的事啊，总是到伊一世人，大卫的心拢是按着上帝，向上帝对齐，向上帝对齐。伊较无上帝的同在，伊较无要来明白上帝的心意，伊搁较愿意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代志。这款会较无的心，互伊会当有信心，对失败的这个结局哇破甲凄惨落魄，搁一摆定心来爬起来，搁一摆爬上迄个属灵的悬峰悬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讲长无长，讲短无短，有时咱嘛会做毋着决定，嘛会做毋着选择，敢毋是安尼？总是咱知影，人生从来毋惊失败，人生从来毋惊你有拄着失败，惊是啥？你无搁再站起来迄个勇气啦，迄个信心啦。你无信心，失落信心，比你所拄着环境搁较凄惨。若无信心，你爬袂起来啦。总是这个坚强的信心，这个大的这个勇气，要对什么人来？靠你家己无法度啦，只有安怎？对创造天地耶和华上帝来。你想要挖靠家己对这个对这个强大家凄惨，用个爬来，真困难。当然嘛是有可能，真困难。总是感谢主，大卫挖靠耶和华，
有法度对失败当中过一界来爬起来。伫个历代志上28到29章，咱所读的仅读一书啊尔。这是代表伫个临终的进程，为了圣殿来比较备办，所有的人，甲遐个人拢甲召集到耶路撒冷，伫上帝面前来做最后的交托甲勉励。这2章所记载的代志，这2章敢若历代志上才有尔。这2章会记的代志，只有记伫个遮尔。就是代表宣告起造圣殿，甲伊的王位的继承人。伫遮咧，咱若是有读迄个列王纪上、列王纪上所记载遐个有啥？讲到啥？王位的战争呢？王位之争哦，嘛有人起来甲所罗门争真大王位哦，国家差一点要分做2边哦，嘛有这历代纪上记的。伫遮拢无记遮，伫遮嘛无讲到代表年老的时，倒伫眠床安怎拢需要人家伊扶持，伫遐嘛无记载。所以伫历代志内底，伊所要强调的是啥物？要强调是代表伊哪老对上帝的渴慕哪深。兄弟姊妹，咱会哪来哪老？日子一天一天咧过，咱的肉体会衰烂，总是你较无上帝的心，是毋是哪来哪坚定？亲像代表一样咧。若是你一定嘛是上帝下上帝心意的人。咱伫遮看到即个代表，为着伊的国家来安排，要安怎样来做？为着圣殿尽心尽力伫遮来奉献。所以伫遮咱看去代表，伊是一个君王，负责任的君王，为了百姓的设想的君王。伊也是一个祭司，迄个祭司要来甲百姓带来到上帝的面前。伫个28章这当中，代表按遮的百姓来说明伊家己做即个王的即个过程。伊一再强调的是，这是耶和华主权的精选。耶和华上帝主权是上帝的精选，所以伫遮强调，这王的精选毋是人的观摩啦。我想要安怎，我想要安怎争权夺利，你都有可能毋是，嘛是上帝精选。所以代表一再强调，上帝主权来精选。上帝伫以色列的支派12个支派当中。精选犹大支派，伫个犹大支派汉尼济家内底精选代笔老爸家，搁伫代笔老爸的家，咱讲因兄弟8个精选代笔，最后代笔的囡仔嘛足济啊，对无？人伊伫个遮个囡仔内底，上帝精选所罗门，伊强调。这是上帝的精选，伫个28章的内底，代表有5届用精选拣选，就讲着讲，这个精选。所以咱伫遮讲上帝主动精选，毋是人的热心就能做啥。你想要为上帝大发热心，也毋过上帝若无允准，你嘛做袂成啊。所以历代志上特别伫遮来讲到代笔的这段，是要来强调，因为咱知影，迄当阵遐的犹大人，受领的犹大人，因的第2代、第3代的子孙，对巴比伦转来到耶路撒冷，伫遐要来起造圣殿，要伫遐来重建因的国家。历代志的作者最主要甲因讲啥？讲恁放心，
恁就放心，因为啥？上帝有缘精选，代笔的护卫就是所罗巴伯，代笔的护卫所罗巴伯，带恁转来到耶路撒冷。既然是上帝带恁转来的，恁通放心，上帝必定要来帮助恁，互恁会当继续来完成这个国度以及圣殿的建造。为什么咱伫遮过来思想？为什么上帝是下上帝代笔是下上帝心意的人？对今仔日咱读的经文，咱会当来思考几点。头一点就讲到代笔尊重上帝，伊看重上帝意思，赢过伊家己的意思。咱知影当时的代笔，伊打败所有的敌人，迄个非利士人啊无人有法度拍赢呢。但是代笔甲因安尼好甲远去，列国拢降服。伊安怎？迄个时，伊是一个尊贵的王，人讲啥？绝对的，迄个手有迄个绝对的权柄，想要做啥就会当做啥。这个时咧，伊较无要为上帝来起圣殿，为上帝起圣殿，好事嘛，是无？足好的代志啊！总是咱知影，上帝安怎拒绝 ？No。你袂使去，我讲要甲上帝起圣殿，结果上帝无爱，是毋是打脸呐？代表是毋是被上帝打脸了？互伊安尼足难堪，足无面子咧。咱知影，代表上帝拒绝代表起圣殿的原因是，伊是一个战士，手中捌着战难，捌真济火啦。真济火，检查拢是因为伫战争嘛，无法度。毋过有当时你嘛会杀着无辜的人呢。所以你的手，上帝讲你的手捌真济火。迄个圣殿是要祈祷，是要赐平安的，袂使有即种的。所以无害，我互你去。我听上帝安尼讲，代表敢有？我是王呢，我要做啥？恁敢无配合？拖出去砍了，有安尼无？无啦，伊嘛无因为上帝无爱互伊起圣殿来受气，伊知影上帝主权，伊嘛尊重，所以咧当上帝指名竞选。所罗门，你的囝所罗门来去，代表完全谦卑来顺服。兄弟姊妹，请问，你尊重上帝，也是更较看重家己的面子咧？是毋是看重上帝，更较面子更较看重咧？咱家己心内底会选择，当你的想法。甲上帝想法无共的时，你要做什么款的选择？这就决定，为什么代表是下上帝心意的人。佮第二，你伫遮来看着讲，伫这两章内底讲着，代表是照着耶和华上帝指示来设计这个圣殿的蓝图。所以，这个起造圣殿的蓝图，毋是代表家己想出来，是照上帝所指示的款式。这个原文甲西奈山，上帝伫西奈山指示摩西起造会幕，这个样式，这个样式是共一字，强调这个圣殿就是会幕的颜色。伫遮讲是代表受到圣神所感动、所得到的。包括三方面，就是圣殿的建筑，迄个建筑，四方的人员的安排，怎样来弄这个圣殿的这器皿？所以咱伫遮看，代表吩咐所罗门
你爱亲像摩西一样，照着上帝神所指示你的款式来起圣殿。免毋是你家己的巧思啦，哇！这建筑师吼，哇要安怎起要安怎迄落吼，毋是，因为安怎真重要是圣殿就是耶稣基督的有表，再来，咱伫遮看，代表深知上帝的心意。咱头拄仔有读到28章20节、21节，代表甲所罗门讲。你着刚强壮胆，毋免惊，毋免乱，因为耶和华上帝要甲你三角地地，无要放落你，嘛无要放杀你，一直到伊的工来完成。兄弟姊妹，你若看这段代笔甲所罗门的勉励，你是毋是会感觉讲，敢若听过，伫迄倒听过咧？会记哩无？你着刚强壮胆。毋免惊，毋免乱，耶和华上帝要甲你伫地。对，约书亚，这是以色列人要进入埃及地的时阵，摩西啊，阁有上帝，拢共款对约书亚安尼勉励，伫遮代笔共款来勉励所罗门。因为啊，当咱人啊。要来做一件将来毋捌做过迄个大的代志的时阵，心内难免拢会软弱，会惊吓。哇，毋知有法度成功无啊？毋知安怎，咱拢会想到真济迄落设想最糟糕的，对无？咱拢会想东想西想足济，脑筋有很多的小剧场。要怎样突破家己心中的框架？咱的心内底拢有框架，甲你箍起来，甲你箍起来。要安怎样突破咧？咱突破的信心甲勇气，就是爱倚靠迄个做心事的上帝。伊就是迄个要为着咱伫咧沙漠开江河。伫旷野开道路的上帝啊，兄弟姊妹，当你心内软弱，当你惊吓的时阵，迄就是上帝爱你突破、爱你成长的事。所以咱爱将即几句话家记起来呢。第几句你会记哩无？你着刚强壮胆，甲你的隔壁讲，你着刚强壮胆，你着刚强壮胆。毋免惊，毋免乱，甲你的隔壁讲，毋免惊，毋免乱，因为安怎？上帝要甲你伫地，甲你的隔壁讲，上帝要甲你伫地。这三句话，非常重要，兄弟姊妹，毋茫请做恁的人生，行大人生道路时，你一定爱互相勉励。甲你的厝内底的人，你毋能甲家己讲，嘛爱甲你的厝边内底的人讲。所以这三句话咧，历代志的这个作者知影，遐会转来到耶路撒冷，要来重新起造圣殿，迄个第二代、第三代这的百姓啊，因的心其实是非常的惊吓，非常的软弱，因为要重新起造的工程是非常困难啦。咱顶届嘛有讲着，迄个时的耶路撒冷是一片荒凉啦，战争安尼残破不堪啦，规个拢弄啊密密麻麻。耶路撒冷是叫火，迄个圣殿是叫火烧甲密密麻麻，要重新来起造真困难。总是兄弟姊妹，你认为是你家己咧做，是你家己咧做代志，还是上帝咧做代志？你爱选择，是你家己咧做，还是上帝咧做？如果是你家己咧做啊，真正是真困难。总是如果你若知影，这是上帝咧做，你就爱圣经甲咱讲啥？伫上帝敢有难成的事吗？伫上帝敢有难成的事？伫人所袂话的。伫上帝凡事拢会，
来甲你隔壁讲，伫人所袂话的，伫上帝凡事拢会。所以咱需要明白的就是啥？是我家己咧做，还是上帝咧做？如果这是上帝爱你做的，安尼咱所需要的是啥物？就是你爱凭着信心，我靠上帝甲你三角地地这个信心，代表真清楚知影。所以伊尽心尽力咧备办遐个材料，伊搁备办起造的人，什么人拢准备好。总是起造圣殿是上帝家己的代志，上帝的代志，上帝的负责。兄弟姊妹，咱爱做就是尽咱的本分，忠心顺服来配合上帝来做就好啊！配合上帝来做，因为甲咱讲啥？伊无放杀你，伊无放杀你，一直到这个工完成。所以历代志啊，对22章开始，代表着吩咐所罗门甲这以色列人起圣殿应该做啥叫啥。29章最后就是代表最后一处伫众人的面前安怎为了圣殿的起造来募捐啦，以家己以身作则，然后百姓真热烈来欢迎。得到真大的这个效果。通过这段经文，因为29章行看1到30，其实后面阁足丰富。咱行看着讲到啥？代表传迄个异象，传异象鼓励上帝，互你看见异象，你爱甲伊传出去，鼓励百姓甲人共款，甘心乐意，为了起造圣殿。所以，咱对22章，其实咱知影，代表为了起圣殿已经做真侪准备啊！伫遮咱看到讲，代表讲啥？代表讲今仔日什么人欢喜甘愿，甲家己奉献了耶和华。原文的意思是讲，今仔日有什么人欢喜要安怎去充满耶和华的手？兄弟姊妹，当咱咧为了上帝事工。看咱的时间，看咱的金钱，伫咧做逐样的服侍时，你敢有想着讲，咱是甲咱的家的放伫咧上帝的手中吗？你是甲你的服侍放伫上帝的手，所以代表伫即个起头的经文讲，为着上帝来起圣殿，这伊就是安怎？这为着上帝来起圣殿，为了上帝的圣殿尽家己的力，以兴慕上帝殿。这三项其实拢是出自上帝应允甲上帝命令，因为伊知影真重要。一项上帝爱要甲咱人三角地带，上帝爱要甲咱三角地带，今仔日上帝爱要甲你三角地带啊！所以这是上帝要做的，伊知影上帝一定会成，所以咱看见因做真济的这个奉献，兄弟姊妹，代表下上帝心意的奉献，出自伊对人的正确的认识。伊知影啥？咱人是足微细，人生是足低贱的。咱伫即世人所赚的啊，你有几亿啊，亿来亿去啊，这亿来亿去，同款是安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并且这拢是上帝赏赐。只有咱将对上帝遐所得到的，搁一解奉献给上帝，安尼咱所奉献才会安怎久长，才有永远的价值。所以咱伫遮看见上帝伫遮，代表伫遮就知影，奉献就是要爬上永远的推啦。你的奉献将来是甲永远的福气是有份，是要互你得到永远福气的机会，是上帝恩典。咱若会晓亲像代表安尼想的是，奉献就毋是负担，就是一项欢喜的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使徒行传》13章16
36节讲，大卫按照上帝旨意服侍伊迄世代的人。伊虽然无看到圣殿的完成，却伫咧诗篇27篇讲，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要找到，就是啥？一生一世要住伫耶和华的殿中。搁伫咧23篇第6节，大卫安尼讲：我一生一世有稳定阻碍军对我要住伫耶和华的殿，直到永远。你伫遮会当看到大卫的灵内底是偌尼较无上帝的殿，上帝荣耀的同在。伊嘛勉励伊的囝所罗门甲所有一切领袖百姓，咱着爱同心合意来完成这个圣圣的事工。兄弟姊妹，大卫关心看重上帝的事，上帝也看重伊的事，大大来祝福伫伊的家庭、伊的囝儿孙，互伊的后代有人伫遐做恶。所以兄弟姊妹，咱伫遮看，大卫对上帝听甲顺服，互伊虽然伊嘛有软正，咱人什么人无软正，什么人无软弱，无失败，无犯过错咧，总是伊犹原会当成做合上帝心意的人。所以你嘛有法度，你嘛是会当成做合上帝心意的人。今仔日咱生活伫新约的时代的信徒，嘛爱来渴慕上帝，咱就爱来思考的是：我这一生，我是照着家己的心意咧行咧，咧做咧，为了家己自己才会财宝、自己厝、自己啥咧无用咧，也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拍迄个美好的节，来走迄个该走的路程，来准备要来迎接见咱的上帝咧。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学习这大卫的奉献，明白到咱这个人实在是足微细，所有的一切稳定，拢是对上帝来。咱欢喜甘愿来奉献，是对上帝的命令，伊的回应甲顺服。当咱安尼行时阵，迄个欢喜快乐就要大大充满伫咱的生命甲服侍当中。来，请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满心感谢你，祝你互阮伫即个世间，你会当受竞选，成做属于你的儿女，何等的有福气！主啊，阮即个人虽然是这么卑微，总是主你听阮，互阮的稳定是这么大，互阮所得到的是这么丰盛，这么富有。主啊，阮将这下搁一摆来奉献伫你的面前，愿伫阮的奉献放伫永远的国度，要来伫遮来做美好的起造。主啊，求你欢喜阮的奉献，也求你帮助阮甘心乐意来奉献，互阮明白主你的心意，来伫阮一生会当成做一个敬畏上帝、下主心意的人。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